迎大家收睇不一樣快問快答運動會特輯。我係5A 班天瑩，我係5A 班海賢。如果你要幫運動會加多個新項目，咁會係咩呢？等我哋而家嚟聽下同學仔創意嘅諗法啦。Go！擲飛盤嘅運動，因為擲飛盤我覺得好好玩，又可以俾同學一展所長。玩？我都唔知啊，而家加啦啦隊比賽會選擇跳繩，因為我覺得跳繩又可以比賽花式，又可以比賽速度，我覺得應該可以好精彩嘅。我會揀拉丁舞。加3項鐵人，不過個跑步會轉咗做鬥快食完嘢。師生籃球賽，因為可以老師同同學一齊打波。足球。跳高，因為我中意跳高。K-pop 咯，係啊，因為好勁啊！依家高定嗰隻歌好正啊！同學們都好多唔同嘅諗法喎。下次不一樣的快問快答，再見。